喺紅磡黃埔街最搶眼嘅就係呢個菜檔，個個叫我做肥強，唔係叫做肥強，係因為我肥得嚟夠強啊！街坊叫佢菜檔梵高嘅肥強。幾年前開始喺黃埔街賣菜，最初只係為咗打發時間，而喺發泡膠蓋上面畫畫。咁我有時間又畫下，咁啊自己得閒就睇下。我都好中意自己啲畫，不過就大家都中意。有啲人都成日追我去換嘅，換畫未啊？換畫未啊？叔叔咁。10幾蚊俾緊我啦！俾，俾啦嚇！哦。肥強曾經做過老闆，每日都過得好風光。我日日同你夜總會日日都 XO， 我唔知道咩叫巴士嘅喎，我因為一行出街咧就抵隻手就有車嘅咯喎。咁點解啊？錢多啊嘛不過肥強嘅生意都係失敗收場，最後仲因為爛賭，一手破壞咗自己大好家庭。生意失敗，愛情幻滅，一無所有，屆時啦吧。今日嘅一切，肥強都得來不易。佢希望用自己嘅畫發放正能量，鼓勵身邊嘅人。好多街坊喺買菜嘅同時，都俾肥強嘅畫吸引。總之咧，我就唔識俾分，我就滿意，睇到咧我就好開心。除咗街坊，肥強都好受附近嘅商戶歡迎。卡有人咯，做咩人整啊？開心噶啦，唔係咁肥，唔開心點咁肥啊？經歷過人生嘅高低，肥強無怨無悔。失敗、成功、失敗，起起落落，但係都係你嘅一份滿足感嚟嘅，唔怕㗎，跌低咗又企得翻起身，做人就要咁咯。樹仁大學記者黃建圖報道。